小雅，他是谁？他是段飞哥哥。你好，请你离我女儿远点儿。您误会了，刚才是您女儿。刚才你们在做什么，我都看到了。这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大晚上跑这种地方干嘛？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刚才的事不算吗？因为我知道你会保护我呀。而且还不都是因为你吗？因为因为你不喜欢我。我都能当你叔叔了。再说你是千金大小姐，我是小保安，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？因为你帅呀，而且还会打架，简直就是我见过最酷的男人哦。万一我是个坏人呢？而且我有老婆。你结婚啦？那你不会是被你老婆赶出来了吧？是啊，因为她不爱我。那你就跟他离婚啊，我给你做老婆好不好？不好。哎，不送你回家。不行。那你抱我一下。不抱。不行，你抱我一下。小雅，他是谁？他是段飞哥哥。你好，请你离我女儿远点儿。您误会了，刚才是您女儿。刚才你们在做什么，我都看到了。我不允许你再接近我女儿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住嘴！算了，以后啊，好好看着你女儿吧。要是真碰上坏人，麻烦就大了。哎，段飞哥，段飞哥，小雅，上车。没用的东西。大哥，我办事不力，我认罚。办事不力？你说的青椒，你知不知道要有不慎的话，咱们全盘皆输了。大哥，小家伙，这一次是我的失误，我是实在没想到那小娘们偷偷拨了个电话，也实在没想到段飞那小子来这么快。废物！大哥，你听我说啊，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，这小子不是个简单的角色，不可小看。这人势必会影响我们在天海的大计。在天海的地盘上，敢跟我天浪集团人作对，我必须让这个人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是，大哥您看这样，用不用我去通知韩元仓，让他加快行动？程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再把事情给我搞砸了，你马上他妈给我滚蛋！还有，在公司里边，你别老叫我大哥，叫我魏总。知道了，大哥，您放心。哎，魏总，我先去了，大哥。谢谢你救了何兰。你笑什么啊？谢谢这2个字啊，从你嘴说出来特别奇怪。是吗？不信你试试。谢谢。你看吧，就是很奇怪。你可是红鼎集团的总裁，以后跟别人说谢谢的时候，一点诚意都没有，你怎么跟别人合作，对吧？那我应该怎么办？练，再试一下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对，你看我啊。
谢谢。看清楚了吧？一定要是由内而外的。再试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多了，继续练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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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红鼎的总裁袁世彤。小王，克扣的工资都发给你们了吗？是的，袁总。可是什么？我知道的好多人，其实还是没收到。高秘书，我已经仔细的对照过工资单和相应的报表，这里至少还有一半的人没有拿到全部的工资。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这大家都等着你说呢。是我办事不力。办事不力，就是办事不力。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。有克扣工资和工作时间超长这种事，是我的工作失职。但这只是公司个别人想要中饱私囊，与整个红鼎无关。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，都有自己的生活。你们每天挥洒着汗水，把全部的希望和努力寄托在红鼎身上，但红鼎却没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所以今天我要代表整个红鼎向你们道歉。我今天来到这里有2件事：第一，我一定会彻查此事，给大家一个说法，这种事情以后也不会再发生；第二，我拟定了员工福利合同。林总，能不能给我一份？我也要，给我一份儿。我也来一份。韩副总的人应该都是聪明的人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，对吧？云龙，请放心。